馬上。帥哥，她是誰啊？你表妹嗎？啊，对，她是我表妹的表嫂。表妹的表嫂，她是你老婆？对对对。啊，其实你有老婆啦？是啊，所以你竟然结婚了？我是一个妻管严，不是你们的菜。妻管严又怎么样？结了婚又怎么样？结婚了還能離婚呢？帥哥，今天你的聯繫方式我要定了。可是你怎麼這樣呢？還有我要。哎呀，幹嘛？我先要的，我先要的。都別搶了，我都給，一個一個給。OK？ 有沒有筆？哦，有。你老婆的眼神啊，怎么就要吃我吗？哦，她爬了一天的山，有點餓了。簡直就是母老虎嘛！記得離婚了來找我哦。你也可以隨時聯繫我。好。怎麼了？一轉眼就沒了。哎，別走了，來來來，我背你，上來呀！喲，生氣啦？沒生氣，可高興了。哎，別裝了，來來來，上來吧。我問你，你最後神神秘秘的那句話說的是什麼呀？我說，他們隨時可以打那個號碼來聯繫我，有問題嗎？沒有。哎，等等，你知道我留的誰的電話嗎？不想知道。司徒碩的電話。真的？騙你是小狗。哼哼，上來吧。來，我背你。哦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等一下，哎呀，郭啟成。这是給我的嗎？2克拉的鑽戒 ，for you。滿地的花瓣，是我親手一片一片為你揪下來的。我的手都成這熊樣了。我不是在炫耀什麼，親愛的，我是想和你說，我是真心的。你願意嫁給我嗎？天哪，我實在太感動了。不過，我們才認識1天啊。你錯了，1天時間，對於真正相愛的2個人來說，已經足夠漫長了。你知道嗎？如果你是太陽，我就是繞着你公轉的衛星；如果你是紅太狼，我願意做灰太狼，天天給你抓羊。如果你是胰島素，我願意得高血糖。可是，噓，什麼都不要說。I love you。
一下下，马上就好。主人，来電話啦！主人，來電。喂，嘛呢？不知道人求婚呢嗎？這個時候打電話過來，誰？麗麗啊。我什麼時候和你說過你隨時可以給我打電話的呀？沒有啊，這句話我只和露露說過。麗麗，露露，哼，你女朋友蠻多的嘛。娜娜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樣，事情不是……我根本不叫娜娜。哎，臭不要脸！你能告訴我你到底叫什麼嗎？哎呀，帐篷已经搭好了，累不累啊？不累啊。别忘了，我是行的。你的脚怎么样了？还疼吗？好多了。让我看看。哎，还有点重。这样吧，明天让家里的醫生過來看一下。這2天啊，你就不要出去了，在家裡好好養養。我哪有那麼嬌氣啊？沒那麼嚴重。不行，你必須聽我的。好的，聽你的。沒想到這山裡的夜景還挺美的。說實話，我還是第一次在山裡過夜。傑西，謝謝你。我也是第一次在山裡過夜啊。當世界變得越來越複雜，當身邊的朋友越來越少，但你依然是我最堅守的好，也是我治癒的藥。當生活變得越來越無聊，西城，西城，快過來！日子